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Yan 啊，好多港人街坊咧上嚟大灣區置業啦，又想揾一間住得舒服、性價比嘅屋苑啦。今日帶大家實地打卡奇關悅旅呢個項目啦，真真正正將公園搬翻屋企嘅，屬於我哋港人宜居嘅社區。成個小區足足100畝用地，只做到500戶單位，100畝地只建500戶，地物輕聲，唔會密密麻麻，園林空間非常之闊落，一上三鋪，帶小朋友喺度玩，呢度就係港人居住嘅氛圍啦，同聲同氣，連生活習慣都係非常之夾嘅。呢度可以做到你既要，仲要一個大社區嚟嘅。重點同大家介紹下呢個27平方嘅空中庭院，安曼式雲端陽台。呢個陽台比其他4單位嘅陽台都要大嘅。平時喺度種下花花草草、BBQ 或者喺度露營都係非常之唔錯嘅。望住咁靚嘅公園景觀，住喺度就好似日日住喺酒店咁。呢個小區係屬於核心地段，地段係非常之優越嘅，而且配套非常之成熟嘅。一落樓就係天河網紅 shopping mall，逛街食飯一應俱全，而且屋苑樓下有直通車可以送你翻香港嘅。依家全新加推呢個149平嘅王炸戶型，可以做到南北通透，而且做到4房兩廳3個衛生間，一家幾口自住或者係長者過嚟休閒都係非常之唔錯㗎。前日你對呢屋苑有興趣就隨時私信返我啦，我帶你實地睇樓。